接下来是第五是时装秀，是网艳妆 V 组。得意走路的时候，咱就想到咱中会会嘛有法度晚宴妆，嘛有法度咱普通妆，实在真不容易。谢谢。谢谢。现在要由时装秀的
来台上跟大家说一声谢谢。有水无？哇！耶！哇！阿公爱哦不？谢谢。谢谢。